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冰岛的雷克雅内斯半岛火山喷发，这是去年12月以来第5届喷发啊！火山灰是喷超过3公里高，当局嘛赶紧将附近的居民拢扫开。点日头卡白色烟云庆悬，岩浆一直为地面地旁喷出来。冰岛气象局表示，这摆火山爆发是为顶一摆3月16日后新一摆喷发。顶一摆火山爆发连续将近3礼拜，这摆爆发一开始，云烟喷发高度有3.5公里，地旁长度高算超过1公里。不过空中交通无受影响，附近基夫拉维克国际机场正常运作。Bien sûr, c'était la surprise du chef. On venait d'arriver, il y a une grosse alarme qui s'est déclenchée. 火山学家表示，火山喷发了地旁一直扩大，差不多1点钟就已经超过2.5公里长，这是雷克雅内斯半岛为去年12月以来第5摆喷发。There's a strong lava flow traveling towards west in a similar area as has happened twice before, where it comes to the road leading to Svartsengi and Grindavik, so the power plant and the Blue Lagoon. 冰岛气象局报告，这摆火山爆发进程，地动活动是真多。总务克斯这只火山口附近，在过去7天内，测到差不多400摆地动。另外，冰岛西南边的斯瓦特森基火山系统下边组织差不多2000万立方公尺岩浆。斯瓦特森基地质发电厂为雷克雅内斯半岛差不多3万人供应水甲电。去年12月火山第1摆爆发以来，当局已经撤离电厂成员用稳固运作，佮建立滨江保护电厂。公司新闻，恩文宁报道。